學車真人 show，切忌車距太近。Evelyn 嘅學車真人 show 嚟到最尾一集啦，駕駛技術都學得七七八八啦，當然要考下佢嘅駕駛能力，所以師傅就安排咗石蔭路考牌中心進行一次模擬考試，師傅就扮考官喺指定路線行個圈，睇下 Evelyn 有冇犯錯。10幾分鐘嘅車程，Evelyn 駕駛都算順暢，好似冇咩問題喎，連佢自己都拍晒心口話 OK 啊！我覺得我做得幾好啊，即係 at least 最重要上冇撳個 brake 咧，我已經覺得好滿足噶啦。咁其次係基本上都冇犯太大嘅錯啦。最後結果又係點呢？其實咧，如果真正嘅考試咧，已經 fail 咗喎。因為咧，佢有兩個位置咧，就做得唔係咁理想嘅，就係咧，我哋咧過嗰個大貨車嘅時間咧，佢太近啦。因為如果個空間唔夠咧，就應該將車速調整慢翻啲。咁啊過完嗰個貨車之後咧，我哋要 cut 右線，佢就冇擰頭望盲區喎，有睇鏡，有打燈。其實佢第二次有望一望嘅，因為話佢冇望盲區咧，因為佢第二次望嗰個角度唔係好夠啊。就係呢兩個問題啦，其實已經犯咗第27項，轉換行車線前未有查看交通情況，同埋第31項太接近其他物體。Evelyn 距離正式考試都仲有一啲時間，好好加足練習啦。